那有量过。那我们看一下你的证明。对，还是你要直接量过来？那量过手盖头，那你留好帮我。好，盖一下手盖头。带着认真的。好，有准考证吗？好，盖个手章。帮我盖个手章。盖章吗？有盖章吗？他放手背带着章，然后输入掉。好啊。是确保在进行这些考试的时候，无论是对考生还有参与的人都得到一定的保护。我们很幸运的能够有医院一起配合协助啊。那台北考场其实是我们最大的量啊，那特别要兼顾到这件事情。我们在台北考场使用的是现在最高阶的这个标准的温度检测仪，所以同学在行经这个路径的时候就可以完成这个必要的这个检测那这个是对大家的这个照顾。我们同时还做一件事，这个事就是前几天我们已经透过建制的线上系统，让所有的考生填报他的这个基本的旅游史啊。那扣除掉缺考的人，我们大概在考试之前已经有了92% 以上的完整填答率。那这些人我们都有清楚的名单，所以今天他们应试的时候呢，我们也了解还没有填的，我们也让他补上。那这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万一有任何我们必须后续去追踪协助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很明确的有一个在兼顾个人隐私，但是照顾到大家安全的情形之下的一个基本资料。那大概这是我们整个完整的配套的所谓数位化的资讯以及量测的这些设备，来兼顾所有考生的安全。我们目前掌握到的有学生是有发烧的倾向。有以前在填报的过程里面，他有发烧的，但都按照基本的检测原则，就是他仍然有这个权利。不过，如果符合卫生主管机关要去通报的，他们大概就必须走的那个路径。那很幸运的，大概没有那个标准。那其他发烧同学就符合过去已经一般在执行考试的时候的标准啊，在隔离的考试间来进行考试。目前大概有多少考生是在预备试场？在填报的过程里面，有将近大概40名啊。那到考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啊，但是都在符合我们原来预备好的设备。我们这次得到最多的帮助是，当考生诚实填报的时候，我们能够扩大准备那个隔离考试空间的一个时间，啊，也能够准备那些数量。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非常非常积极的，能够互相体谅，而且共同参与的一个好的示范的行为。后他们就按政府规范嘛，好，我们会有他集体的资讯。那么他同时按政府现在的标准，他们要有一个这个居家检疫的一个规范。所以我们昨天都已经协助了，我自己也大概整天进进出出，跟第一线的同仁参与了解他们从接机以及进入宿舍同时我们也佩戴我们智慧化的手环。一方面协助他们监测温度，一方面也了解他们整个的这个检疫的这个状态。那这个都已经上线了。那昨天第一批回来有几位学生？将近我们属于我们在整个接机系统里面完整登录的大概将近60位。60位。那个手环是可以定位它的位置吗？理论上我们现在是在他理解的情形之下，不涉及个人隐私那么希望能够达到最终的这个效果。那过2天等后台一切齐备的话，也许有机会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整个使用的这个状态。不过第一个目标其实是为了协助他比较精准的能够看自己的温度。
所以也许就能够跟我们通报他自己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观察。不过非常幸运的，昨天我们返校的所有成大的同学都属于在这个检测部分基本健康状态良好的，我们也很开心他们都符合可以进入自己管理的标准自己居家检疫的标准，而不是要再进入其他的医护场所那我们真的觉得很幸运，但是还有很多同学目前没有办法回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密集的希望能够透过港澳校友会在那边给他们其他的支持，线上系统其他的等等，我觉得都是陆续本来就应该完成的这个就上学的关系。不过这个阶段其实对一个大学来说，所有的学生就是我们的学生，无论他在哪里，所以我们怎么样透过各种资源了解关心他希望这个参与继续求学的方式，以及怎么样协助他也一起照顾自己的健康，这个是大学基本上应该随时都要做到的。所以港澳校友会会同步在地启动，去了解他们现在的情况在港澳的情况。